業主出租單位或者租客租樓嘅時候，都需要簽訂一份租約文件，確認租賃關係。但係租約上嘅生約、死約係咩意思呢？生約、死約並唔係一個明確嘅租期時間，坊間亦冇一個定義。生約同死約可以係1年、3年或者10年，要視乎業主同租客雙方嘅協議，定出一個適合嘅租期。現時香港普遍簽訂嘅租期都係2年，亦即係我哋經常聽到嘅1年死約、1年生約。咩係死約？死約等於固定合約，就係業主同租客喺死約租期內都會受到租約嘅約束，必須履行合約條文。假如租客想喺死約期內終止租約，就必須完成死約先可以提出。同樣地，業主都係咁樣。咩係生約？一般生約都係緊接住死約期，當死約期完結就會到生約部分。生約嘅意思係指擁有1年嘅續租權利，呢個權利包含退租、加租、減租等，即係喺生約呢段租期內，業主同租客任何一方俾對方一個通知期，就可以終止租約。